我看以后我唱歌就可以直接送到你那边了。可以啊，现在你唱歌可以送到这里。在教部长吴国文甲交通部长简又新讲话中，台湾金门直播影像电话在教部刺卡成功。1991年6月29，金门对台湾以及外国会使直播电话甲传真邮件。当时民众若是想要为台湾打电话到金门，只要伫对方的号码前加0823，就会使甲亲戚朋友讲电话。1997年6月29，香港主权要移交予中国啊！伫香港出事，马英九本来想要登去香港看卖，真无奈何港府拒绝。我个人原来是在香港出生的，那回到出生地都被拒绝，使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意外。当年做政务委员都卸任的马英九，当时知影讲，伊前往香港的签证的申请已经被拒绝。香港政府无讲拒发签证的理由，干那强调讲当时的时刻较敏感，请马英九后届才过来。